统赖清德今仔日的行程拢伫咧新竹，要来抢客家的票仓。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郑朝芳，伊特别请假来甲助选。过去是国民党议员出身的得党镇长郭婉江，嘛现身来替赖清德。另外，代志参选这个议题，侯友宜安尼请假投入到选战，互民进党经体落跑。国民党是质疑着赖清德无请假来参选是行政无中立。赖清德的办公室来回击讲，过去前副总统李秀莲甲连战拢是安尼，讲国民党若毋捌，冲啊去问前总统马英九。伫支持者拥护下出现，副总统赖清德一个握手真亲切，规港行程拢伫新竹要抢客家票。能够鼎力支持清德，让清德带领台湾，推动台湾往前更迈进一步。无论教育也好，两岸也好，国际也好，也是这么好的副总，值得我们支持，全力来支持的。得党镇长当场表示支持赖清德，是讲伊身份真敏感。郭婉江是国民党的议员出身，去年脱党参选镇长，即摆徛伫赖清德的身躯边啊，互赖清德伫客家庄加一个调侃。今天呢，我有2个第一次，第一次请假，第一次不是候选人，我们的赖副总统，未来的总统来助选。这个话题真敏感，讲起来嘛真拄好。自从侯友宜宣布请假要拍总统的选战了后，敢应该请假参选变成哪里攻防的焦点？那样质疑赖清德无请假就参选，行政无中立。这个赖清德办公室嘛讲，副总统是被委元首，无法源会当请假。像前副总统李秀莲甲连战是依照宪政的原则，若有问题会使问前总统马英九。副总统会请假参选吗？上新的民意调查，赖清德虽然继续领先，不过33.4%的支持度，甲顶个月比较起来差10个百分点。第就是郭文铁甲侯友宜各以27.4%甲17.2%调别立场，两人支持度小可有增加。另外一份民调，赖清德27.3%排第1名，郭文铁23.7%排第2名，侯友宜甲郭台铭14.2%拍平手，不过甲赖清德差愈来愈少，离大选要一段时间。无到最后的时刻，无人敢答应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